好，今仔咧欢迎大家来到新台台囡仔讲今仔的讲书嘛是我Gino。我今仔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本绘本，叫做《Ruby 的欢乐》。Ruby 是主角，就是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叫 Ruby， 伊本来是一个足快乐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伊有一天拄着一个烦恼。咱来看卖伊敢会安尼就失去个笑容哦。好，所以咧。你看 Ruby 真介意家己是 Ruby， 什么意思？伊就是感觉伊做介意家己的生活，伊嘛感觉伊做爱惜伊家己的身体，逐工拢会当去家己想要去的所在佚佗，四界去看卖安尼。伊嘛做介意海千秋的，会当坐伫千秋面顶，海甲悬。好，过来，伊嘛会使去倒位，去野外去探险。去看一寡虫拖，看一寡动物，也是去到花园内底，去看一寡花花草草，甲林捌遮的花草甲遮的动物做朋友哦。所以 Ruby 做介意家己生活，逐工拢过了足快乐的。毋过有一天，伊发现着一个烦恼，这个烦恼无介大，细细粒仔，毋知是要创啥，嘛毋知会安怎，伊就发现伊毋过咧，发现了，伊敢有甲伊掠转去？应该是无。也毋过，即个烦恼就甲对调调啊！哎哟，烦恼伊就是毋肯离开。Ruby 伊咧做代志的时阵，像伊家己一个人咧佚佗，伊的烦恼就一直甲对咧。哇，安尼是要安怎？Ruby 就伫遐看奇怪，即个烦恼是当时才要离开咧，毋想看着。好。OK， 像Ruby你食早顿的时阵，烦恼着秘伫即个裤仔后壁，目睭疼好金，一直甲想甲看咧，看你当时要食饱无？过来咧，Ruby你洗喙的时阵，烦恼嘛甲对咧，对入去下间就一直甲看讲，你洗喙是要洗偌久？Ruby嘛甲看，奇怪，你哪会也毋离开咧？足奇怪的一个烦恼。哇，好笑的是 ，Ruby 原本的世界是安那彩色的对无？伊原本的世界是，你看，咱等去看，伊原本的世界是彩色的逐工出去拢有花草拢有动物，咱会当四界佚佗，四界耍。结果伊即摆的世界变黑白啊！好笑的是，无人看会到伊的烦恼，连老师嘛看袂到伊的烦恼，大家拢足欢喜、足自在的，伫遐画图做手工艺就Ruby一个人足无助的，想讲奇怪，大家拢看袂到，敢若我看会到，敢是我有问题？敢是安尼，我嘛甲伊当做看袂到好我嘛当做无即个烦恼伫遮。要毋过即个烦恼煞一天安尼慢慢长大。哇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咱来看卖。哇 ，Ruby 的试讲无我来去做，一切拢做正常。我嘛看无即个烦恼，我嘛看无即个烦恼，要毋过其实毋是安尼，即个烦恼一天比一天更较大只，一天比一天更较大汉，嘛拢一直甲对调。Ruby 就感觉奇怪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连伊较早做爱海千秋的有无？即摆烦恼甲对咧，即个烦恼拢会甲主动，互伊莫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。哇！所以Ruby较早做介海千秋的，即摆伊嘛毋害伊嘛讲哇，安尼是要安怎咧？咱来继续看哇 ，Ruby 伊就毋知影讲烦恼到底当时才会离开。伊嘛，伊就伫遐想讲假使讲伊若无离开咧，你看 Ruby 你过生日的时阵，烦恼嘛甲对咧。Ruby 你徛脚车的时阵，烦恼嘛甲对咧。伊咧弹钢琴的时阵，伊嘛徛伫伊后壁甲对咧。安尼是要安怎 ？Ruby 就开始烦恼讲，伊若毋离开咧。伊若是永远就伫遐咧，永远就甲我对调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哇 ，Ruby 无答案，也毋过伊做出一个做老的一个决定，啥物决定呢？伊开始烦恼起家己的烦恼。哇，伊就想讲，哇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伊若毋离开，伊咧一直甲我对调，伊敢会一天比一天较大汉？哇，安尼是要安怎咧？伊开始烦恼起伊的烦恼哦。结果即摆烦恼变甲安怎？有够大只的，超级大只的，哇！
规间教室已经拢无人啊，已经钱一间教室已经钱半天去啊，拢是规只只欢乐吼占去的。啊，伫厝食点心的时阵，甲因爸爸妈妈食点心的时阵，欢乐嘛甲半间灶骹占去啊！哇，有够大只，抑毋过因爸爸妈妈嘛看袂着，敢若Ruby一个人看会着，啊伊就伫遐烦恼讲，敢是我有问题，敢若我看会着，爸爸妈妈嘛看袂着，哇！啊，你看即台校车遮尔啊大只，结果烦恼甲半台校车拢占去啊，已经长甲遮大只哦，吼！啊后壁的人就拢无座位通坐啊！哇！啊，这是倒位？恁敢有去过电影院？有吼，电影院是毋是规排座位足大排足长的？结果即只烦恼已经长大甲规排的座位拢占掉了啊，无法度互人坐啊！啊嘛是干那共款有Ruby一个人看会着尔，安尼是要安怎？烦恼是唯一一个看会着的人，哦，看会着的物件。安尼咱来看哦。结果有一天，Ruby共款行去公园，伊看到啥物？伊看到一个互伊料想袂到的代志。哦，伊看到一张椅仔顶坐一个查甫囡仔，迄个查甫囡仔看起来甲伊共款，嘛是郁卒郁卒，目头角角安尼。啊，想讲奇怪，伊哪会一个人坐伫遐？哦，啊，这个时阵伊就发现着伊边仔嘛有一个看起来足像伊的烦恼的物件。吼，这两个有像无？这个黄色的，这个蓝色的，有像吼。哈，伊就想讲，这敢是嘛是一个烦恼哈？吼，啊，Ruby 就甲行我过。哇，真正是呢！Ruby 这个时阵，伊就了解啊，吼，伊就明白啊，伊就讲，吼，原来其他的人嘛有烦恼，伊嘛有家己的烦恼。有一个人的烦恼会互伊感觉足郁卒的，有一个人的烦恼会互伊感觉身体无爽快，有一个人的烦恼会互伊感觉生活对生活足无兴趣的，吼，足无心情的安尼。啊，这个时阵，Ruby 就行我过，坐伫这个查甫囡仔的边啊，伊就甲问讲：你安那？你敢有啥物代志？吼，你是毋是心情歹，还是安那？吼啊，结果这个查甫囡仔就开始甲Ruby讲，伊发生啥物代志啊？Ruby 这时阵就发现讲，伊的烦恼慢慢啊缩小，慢慢变小，哇！所以咱来看下发生啥物代志哦。哇！因的世界佮变做彩色啊，对无？后拄仔会记你教室迄张图有无？世界是黑白的，即摆世界变彩色的。这个时阵，Ruby 就发现一件代志。哦，原来讲出家己的想法，讲出家己的烦恼，就会当互即个烦恼豆变小，豆变缩小吼。所以，伊就甲伊的烦恼的代志嘛甲讲出来。Ruby 的即个烦恼呢，就慢慢变小，吼，变甲。最后吼，做细粒，安尼真紧的，因两个人的烦恼就拢消失去啊，因的世界就拢搁变做安尼彩色的模样哦。两个人就变做甲较早共款快乐吼，搁生斗阵，会当去花园内底认捌，搁较侪花草，搁较侪动物，搁较会通拖，吼，总算是搁感觉吼，较早共款做自在的哦。也毋过当然啦，这伊毋是伊最后一届拄着烦恼。烦恼吼，三不五时啊，拢会出现一个。要毋过，你看，即摆Ruby的表情是安那？欢喜笑对无？伊知影讲，烦恼虽然讲毋是最后一届出现，要毋过吼，伊已经知影要安怎解决即个烦恼啊，吼，因为伊了解着一件代志，烦恼总是会离开的，吼，伊总是会离开的，所以咱读了即本绘本，敢知影？就是若拄着烦恼要安怎？嘿，会当甲讲出来对无？啊，会当找你信任的人，找爸爸妈妈甲讲出来，还是找学校老师甲讲出来，还是找兄弟姊妹，还是你足好的同学朋友，拢甲讲出来，互你的烦恼会变甲愈来愈小哦。好，安尼咱故事听煞了，我准备一个游戏，这个活动，就是咧。
济哦。好啊，无一定爱全部用完，你会当写你最近也是较早有拄过的烦恼。比如讲，我较早有学骑脚踏车，结果一直摔倒，我烦恼我脚踏车学袂好。也是讲，你较早有算数学算袂出来，这嘛是做烦恼的代志。也是讲，较早有学英文一直背袂起来，单词一直背袂起来，吼，这嘛是做烦恼的代志。你让试看卖，甲写出来，写出来了后，我才甲你讲后一步要创啥，好无？嘿，你无这种烦恼，有够好诶！嘿，你若有哈，这个情绪的时阵，哈，是安怎？作文哦，作文，写作文做痛苦的，我嘛感觉做痛苦。嘿，你会写作文，安尼。嘿，你落班去写作文哦。欢乐诶，写功课就欢乐诶，对无？来，这会当社会营，只要有心才好诶。嘿。啊，袂记，来。你要啥物色诶？这个有。好，谢谢你。可能会晓写高考图，还是用课做欢乐诶。这个敢有学脚踏车，还是学脚踏车上面就会晓？学收水，敢会晓收水？还是讲啊，我收水一直收袂好。水还无去大地行，到时写一个咧。注射嘛是做烦恼的咧，惊疼。注射，也是讲健康检查的时阵爱抽血，抽血嘛是做烦恼的。啊，有敢想有？啊，有写好啊！你会当搁写做侪张哦，写愈侪张，会当甲做伙甲遮个烦恼散掉。想无囡仔要穿啥物衫？拢穿学校的最好。哦，开心。食饭要食啥对？这嘛做欢乐，食饭要食啥？这大学生的欢乐。食饭要食啥？这嘛做欢乐，我后要来写。哎。要食啥？啊，无你想要食啥？嘿。收水好不好？嘛，好，啊无就写安尼就好。才讲想有选择障碍。
好，安尼咱来互相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看恁拄着什么烦恼，咁好啊？行，无要紧无要紧。安尼我先甲大家分享，因为后拄仔讲要食啥，我就想到我有当时啊放假的时阵要去倒佚佗，我就想无，啊结果时间就过去啊。我就感觉做烦恼诶，那会时间就搁安尼浪费去啊吼，所以这是我的烦恼哦。安尼有设计，安尼咱互相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咱先为对咧，你要先分享无？好。写作文先做烦恼，爱写做者汉语的，写500字，敢是？无写侪200字，爱较侪，哇！5年。700。哇塞！搁有第二个是啥物？要食啥？逐工中昼想要食啥？因嘛是遮个学姐伊嘛会想讲要食啥？是大学生的烦恼。好，安尼换啊，好不好？注虾会感觉做烦恼，是毋是？敢会惊疼？会无？会惊疼？有当时注虾搁这针叫做粗的，做大支的，敢搁有也是干那注虾尔。刚才住下娘，好，多谢你，安华学姐。昆州报告金嘛哈，好你干嘛做烦恼诶？想要买物件贵张张做烦恼。好。哦，时间无够，时间无够对，障碍，选择障碍。我会看到做做介意的物件，但是唔知要拣对一个，全部拢买，总包。好，多谢大家分享。安尼咧，咱今仔要做的代志。完了，你有选择障碍哦，有当时。这个佚佗要这只恐龙还是要这只恐龙还是要这？好，安尼咱后都有看到对无？迄个 Ruby 就甲烦恼讲出来了后，伊烦恼就慢慢消失去啊。所以咱要做的代志就是，咱甲烦恼淡掉。咱即摆甲这个烦恼咧，留做一碗酒，嘿，等下吼，你要甲等伫喺这个箱仔内底，安尼等入去，甲等掉。要毋过今仔有风，较歹等，因为这是有一个距离的，这是一个距离的，等下好哦。好，安尼咱徛摊买好无？遮有风哦，安尼要徛倒位，会飞去。无徛遮，安尼敢好？安尼敢徛得着？还是要徛头前舞台遮？好，真无风。啊，搁一届，完了，你诶，搁一届。耶，做到诶，你毋是有请2张？拢总做一届单。你要徛遐个做凹凹诶无？就做1万球，你当加等几粒啊？你要后回零机嘛会使啊？哇，搁一届。哇，差一点啊！搁一届。哇，差一点啊！有风哦，风要飞，风要吹。好，咁咪等。哇！搁一届，好，要紧，咱试一届。耶！最后一粒，哇，差一粒。来，好，完了，搁一届。弄唔着，好，胜利有进，好不？耶！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你今仔来。耶！好 ，OK。今仔我共款有传一寡小礼物要互大家哦，就是这，一人一个，敢知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？
爱用挂的，嘿，挂画，对对对，啊这就是啊，啊这就是伊挂出来变彩色的安尼，嘿嘿嘿，嘿，你会当画做这物件，你家己介意的物件，画一只 Rex， 画一只 Rex， 好 ，OK， 安尼咱最后来贴一张相，好不好？好。